大家好啊！Nolo Channel 喺今日2025年7月7號星期一，繼續同大家二手樓嘅成交個案分享。今次我哋就睇奧運站嘅浪晴灣。預測喺今年2025年下半年香港嘅樓市有唔同嘅睇法，但係整體嚟講有樂觀嘅預測，下半年樓價有機會回升，但係幅度可能唔大。主要推動力就包括咗香港人口回流、利率下調同埋內地資金潛在需求。希望大家對 Nolo Channel 今次嘅分享點讚、留言同埋分享，希望大家繼續支持 Nolo Channel 持續發展。Buy me a coffee，令我有多啲動力啊！另外，如果喺我 YouTube 見到有廣告，希望大家幫忙睇咗佢。中銀國際就預測下半年樓價將會上升3%，認為香港人口回流、利率下調同埋拆息下降，亦都有助於恢復市場嘅信心，亦都會降低咗購樓嘅成本。史丹利就預測香港樓市進入咗上升周期，下半年樓價就將會反彈2%。呢支強心針真係幾強啊！銀河國際證券亦都預測，經過3年累積下跌之後，香港樓價將會喺今年反彈，亦都認為內地居民對於香港樓市嘅潛在需求巨大。咁多振奮嘅消息之後，咁我哋睇一睇究竟實際上邊浪晴灣喺6月份嘅成交情況。6月12號成交單位49座，32樓私室，實用面積816平方尺嘅單位，成交價1300萬。持貨接近9年，最後原來業主都要選蝕離場。18號成交單位就係7座30樓私室，實用面積564平方尺，成交價750萬，尺價只係9973蚊，換言之跌穿1萬蚊。持貨11年，單位都貶值咗6%。6月19號成交單位就係5座36樓 B 室，實用面積558平方尺，800萬成交。持貨6年嘅物業貶值咗26%。25號成交單位就係1座23樓 B 室，實用面積548平方尺，成交價950萬。持貨8年，最後單位都貶值9%。去到上個月26號，成交單位就係9座42樓 B 室，實用面積559平方尺，成交價988萬，尺價都有13369蚊。不過持貨6年嘅物業最後貶值28%離場。其實當大家行出門口睇下商鋪、睇下街道，就知道香港實際上面嘅情況係點啦。市場上面亦都有觀點認為，宏觀經濟嘅不確定性、失業率都可令到買家保持觀望嘅態度。其實市場上邊劈價仍然都係吸客嘅有效策略，導致樓價向下調整。睇咗咁多嘅數據分析，我哋睇翻浪晴灣啦。浪晴灣就位於奧運站海輝道8號，係一個臨海私人屋苑，發展商係恒隆。喺2004年9月開始入伙。浪晴灣總數有8座住宅大樓，提供1829個單位。至於實用面積就介乎546至到係1579平方尺。浪晴灣交通便利，鄰近就係有港鐵嘅奧運站。浪晴灣亦都設有會所同埋浪晴灣廣場。浪晴灣嘅會所命名為 Long Beach Club， 會所樓高4層，佔地15萬平方尺。設施就包括有游泳池、健身室、兒童遊戲室、球場、2層高嘅臨海花園同埋宴客廳等。美聯物業奧運站劉志偉表示，1個月嘅同業拆息繼續維持喺低位，帶動咗樓市氣氛回暖。單位就指浪晴灣3座高層私室，實用面積549平方尺，係個2房嘅間隔，景觀開揚，得到上車客就以840萬承接。平均實用尺價報15301蚊，係一個市價嘅成交個案。今次我哋睇咗嘅就係一個高層2房單位，成交價840萬，尺價15301蚊。根據中原網上資料，5月份嘅成交尺價就係16063蚊，已經係比4月份跌咗0.02%。但係今次最新呢個成交浪晴灣嘅單位，尺價更加係得返15000幾啊！上述嘅2房單位早前就以870萬叫價放盤，新買家心儀單位間隔4隻，屋苑設施亦都齊全，再加上價格亦都符合佢嘅預算，最終就喺上個月底以價30萬之後就以840萬承接。
至於原業主就喺2011年11月就係以690萬購入單位，持貨14年，而家轉售帳面就獲利150萬，單位14年之間都升值超過21%。但係如果計埋佢當日入場費嘅印花稅、佣金、律師費，應該嚟講呢都實代嘅大概都有100萬。浪情灣最新尺價報16,063蚊，按月就微跌咗0.02%，反映樓價已經從高位回落之後進行橫行嘅整固期。5月至到6月，浪情灣大概錄得有10宗以上嘅成交，但係有唔少單位需要議價5至到10% 先至能夠促成交易，顯示買家信心仍然偏向審慎。至於低層同埋內園景嘅單位，議價空間較大。整體嚟講，近期兩房嘅單位成交價介乎750至到去988萬之間，不過當然要視乎樓層、景觀同埋單位狀況而定。至於有部分單位較2019年購入價出現明顯嘅蝕讓，反映市場仍然處於一個調整階段。根據美聯樓價指數，九龍區喺25年至到而家升幅大概有1.63%，喺3區之中唯一錄得有升幅嘅地區。下半年如果利率持續回落，預計中小型單位嘅樓價有望上升3至5%。總結嚟講，九龍區下半年嘅樓市有預料會呈現價穩量升嘅格局，中小型單位同埋交通便利嘅地段將會成為焦點。喺樓價指數方面，根據中原地產嘅數據，截到去上個月6月份，九龍區嘅樓價指數報134.57點。按月就升咗0.53%，喺3區之中唯一錄得有升幅嘅地區。中原地產總裁陳永傑就預測喺今年25年樓價全年就會有1成嘅升幅。九龍區表現穩健，指出咗供平過租將會重臨。瑞銀 UBS 亦都預測全年樓價會平穩發展，或者會升最多5%，強調租金嘅回報同埋利率差距開始收窄。萊坊亦都預測註冊樓價嘅全年升幅會係5%，租金就會升3至5%，亦都指出咗中小型單位需求強勁。至於中原黃美鳳亦都預測美國同埋香港將會持續減息，按揭利率回落將會刺激樓市回升。佢亦都預測樓價全年升幅大概5%。另外，大東信託亦都預測九龍區嘅成交量同埋樓價穩中向好，全年就會有5至到10% 嘅升幅，亦都指出咗轉按同埋二按市場將會活躍。整體嚟講，九龍區嘅樓市上升嘅預測都係基於供應高峰、利率回落、政策寬鬆同埋剛性嘅需求支撐。喺今年九龍區預計都會有11,187個新單位落成，佔全港供應量都有46.6%，差唔多一半，創下自1973年以嚟52年嘅新高。隨住利率回落、政策寬鬆，九龍區中小型單位嘅成交量明顯就回升，尤其係400萬以下嘅單位交投活躍。樓市雖然下行，但係租金繼續持續上升。部分屋苑嘅租金已經超過2018年嘅高位，回報率同埋 H 按息相近，吸引到投資者入市。雖然數據上真係有好多利好嘅消息，不過實際上我哋都睇翻市場上面嘅數據。根據最新嘅數據同埋市場嘅預測，今年25年香港嘅樓市下跌嘅趨勢已經漸趨明朗。差餉物業估價署公佈25年2月份私人住宅售價指數報284.7點，按月就跌咗0.87%，係自2016年7月以嚟最低嘅水平。其實自2022年高位回落之後，樓價累計都跌幅接近3成，反映市場調整仍然繼續。不過呢個真係調整漫長期。不過喺悲觀嘅濃霧之中，摩根士丹利都為我哋打咗針強心針。摩根士丹利最新發表報告，預料香港嘅樓市將會迎來一個復甦期，預料下半年香港嘅樓價就會止跌回升2%。大摩分析師指出咗，本地樓價喺5年前自高位回落3成，部分指標指向或者已經見底。即使目前可能仲處於一個早期階段，但係已經睇咗數位反映出一啲嘅樂觀數據，認為香港樓市就會迎來一個4至5年嘅上升週期。雖然售價就跌，但係租金指數就連升3個月。
月報193.5點，按月就升咗0.31%，表示出租金市場仍然逆市上揚。呢啲數據亦都反映出樓市正處於一個價跌但租升嘅結構性轉變。真係有錢係咪真要買磚頭保值呢？就真係要計掂條數啦。發展商劈價推盤之後，仍然有60%嘅機會未能夠攞翻足夠嘅資金嚟解決流動性不足嘅問題。更加嚴重嘅就係債務違約，亦都跟住會出現。最終負責融資嘅銀行亦都進行要大幅嘅撇賬，結果就由樓價急跌引致到嘅金融危機，亦都可能會出現。至於展望下半年，印花稅新政策之下，細價樓仍然有需求，市場上面轉租為買嘅趨勢亦都見明顯。但係喺宏觀不確定性同埋失業率上升之下，買家仍然都需要審視個市況，加上一手新盤供應源源不絕，亦都會限制咗樓價嘅反彈。市場上邊真係有二分化嘅聲音，一方面就認為上升周期開始展開。下半年有2%至到係1%嘅升幅，究竟係唔係真係唔知。但係宏觀睇完嗰個嘅外圍環境同埋實際上面香港而家當前嘅經濟狀況，真係大家睇到啲乜嘢，心中自己嗰條數真係計計佢啦。希望大家對今次 Nolo Channel 分享浪情灣嘅個案同埋相關嘅資訊點讚、留言同埋分享。希望大家繼續支持 Nolo Channel 持續發展 ，Buy Me a Coffee 作為鼓勵。如果你見到我嘅 YouTube 有廣告，希望大家幫忙睇咗佢，為我灌注動力啊！今次分享到而家啦，拜拜。